少君，您现在身子虚，就别起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要去继任大典？继任大典是给楚楚筹备的，是为了让他知道他做下的错事。我只是在旁边看着而已。继任大典上有你回去的路，那都是我编的。你以为天降异象这么容易的？那是特效，得要花钱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不管谁走那条路，都一样，没有什么异彩漫天，也没有什么天门大开。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是你走的话，也没有。你是不是想让我结束这场梦？我跟你说过的，我哪儿也不会去，就陪着你。我只是想瞧你在继任大典上身穿华服的样子，然后记在心里。怕的是……好，华服我穿给你看。但是花路，我不走。我等你，快去吧。慢点。白姐，你照顾好少君。是。等我回来。少君，哎，少君，没事。到谁了？大郡主。小倩还是不肯走吗？少城主说了，等他那边一结束，穿着礼服来见您，叫您务必要卧床休息。他舍不得我，我知道，但我不能把他留在这儿。少君，你怎么吐血了？以后我不在了，不能剩小倩孤单一人。